财政部公告，115年综合所得税含所得基本税额相关免税额的一个标准。115年度一个人免税额调悬到10.1千块，这标准扣除额也调悬。试算了后，独身个税厝的人年所得伫咧64.4千块以下，就免纳这综合所得税。不过，这厝头家若无允准你来报税，无法度证明你有税厝，这免税额的部分将有可能就是看有食无啊。20多岁小小姐跨区到外县市工作，伫事务所上班的伊，目前是税厝的族群，每个月爱纳12000块的厝税。不过厝头家希望伊莫申报，才会犹太，所以伊也享受袂到政府要提出的免税薪资。合约也会说不可以申请这样，然后所以他租金方面他会比较优惠，不然就是要找可能愿意让我们申报租金的房东。因为薪资扣除额是可以直接适用嘛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薪资直接可以扣更多的话，当然是对我们来说会比较优惠。财政部指出，调悬115年度，每一个人免税额甲标准扣除额了后，伊各将情景计算，独身的税厝族群年所得64.4万以下免纳综合所得税，相信的税厝家庭年薪110.8万也免税。一个伙仔4个人税厝，而且饲2个6岁以下幼囡仔，年薪168.5万以下共款免税。如果3代同堂，再有长辈进去的时候，其实就会高达220几万。免税额本来这次也会调高4000块，那是所有的纳税人，不管他是5%的、12%的，或最高到40%的，所以是雨露均沾。行政院指出，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税会阁再减轻，包含调悬每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是21.3万块，比前一年度阁增加3000块。当日立法院审查的长照扣除额也有可能提悬到18万，免税额甲标准扣除额也拢增加，按算受益的户数有696万户。它其实并不是说就是真的给你一个优惠，所以今天这个减税啊，它其实只是因为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了，那所以呢，我去调高一些就是扣除的金额，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负担能够减轻一点。财政学者认为讲，若要进一步照顾所得低的弱势族群，税制调整效果较有限，透过编列支出来帮助弱势族群，更较会当明显改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